大家好，以下係一則突發新聞。今朝天光都未天齊，天水圍一個平時大家晨運嘅公園，竟然發現咗一具女屍。件事係發生喺今日8號凌晨5點幾，天水圍公園近住天瑞村嗰個出入口。一個保安員巡邏嘅時候，發現有個女人坐咗喺張長凳上邊，一動都唔動。行近一睇，哇，成身都係血，即刻嚇到三魂唔見七魄，啦啦聲報警。救護員火速趕到現場，可惜經過檢查之後，證實嗰位女士已經當場死亡，翻魂乏術。警方隨即大陣仗趕到，拉起晒封鎖線，將現場成個圍住。大家從畫面可以見到，遺體暫時被移咗去地面，用帳篷遮住，但係都隱約見到佢件衫上面有大笪血跡，氣氛非常緊張。由於事態嚴重，案件已經即時交俾 CID， 即係刑事調查隊接手跟進。呢一個級數就代表警方初步判斷，單嘢好可能唔係普通嘅發現屍體案咁簡單。好，跟住落嚟嘅料就更加心寒啦。據現場消息人士透露，呢位女死者年約50歲，而最關鍵、最恐怖嘅係佢條頸上邊發現一道長達10厘米、闊5厘米嘅恐怖傷痕。10厘米係幾長？差唔多係由你指手指尾到手掌邊咁長，諗起都毛管戙。哇！你以為咁就完美？警方喺現場附近嘅草叢竟然揾到一把刀同埋一把劃刀。呢兩樣嘢係咪兇器？同呢位女士嘅死有冇直接關係？呢個就係 CID 而家要調查嘅重點中嘅重點。唉，真係估唔到，一個平平無奇嘅清晨，一個大家以為好安全嘅社區公園，竟然會發生啲咁嘅事。而家最大嘅謎團就係，究竟成件事係點樣發生？係自殺，定係有兇徒行兇之後將佢棄屍喺公園？如果係佢殺，兇手又喺邊度？我會為大家繼續緊貼追蹤所有最新線索。你對呢單案有咩睇法？你覺得係自殺定佢殺嘅可能性大啲，定係好似前2日咁樣發生喺海心公園嘅無差別傷人事件？大家出街真係要小心，唔好淨係掛住撳手機啊！留意下身邊有冇啲怪人喺你身邊出現。歡迎喺下面留言講下你嘅諗法。最重要係記得個 like 同埋即刻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。一有任何風吹草動，我哋會第一時間為你直擊報道。好，下次再見。